昨天啊，俺们老师不考了一张大卷啊，就咱买的那个大卷，然后呢，写完了我就没写名，然后交卷了，然后呢，判卷人啊，判着我的了呢，看我这字儿啊，像罗玉涵的，这可以给我写个罗玉涵，最后念分上谁谁谁多少多少，最后念出了个罗玉涵2个分，而且全是81。然后我一听吧，没有，都到后3名上没有，我寻思这是要咋的呀？然后到最后1名啊也没有啊。然后我老师说，我没念着分儿，然后就说那啥，不交卷给你写上。然后呢，王子涵就说，王子涵判卷说，我挣脱判这张没名的，看着像罗玉涵就给他写罗玉涵了。然后罗玉涵说，老师我2分啊。然后俺们老师说哪个分高哪就是你的。然后说都是81，都是81。